咱先趕緊來關心，今仔日南部的雨是幾趟倒。透早台南永康甲仁德未少所在攏積水甲淹水，屏東的新園嘛淹甲骹肚的懸。也那高雄市區是測到24點鐘內累積的雨量超過200毫米，嘛有積水。加在過頭了後，大部分的所在水攏已經退去啊。另外，屏東的山豬門甲高雄的桃園區，因為煩惱落大雨會有災情，日過頭是停班停課。頭前積水甲路攏淹去，早起高雄有駕駛開車經過台北快速道路大寮內坑路段，發現積水嚴重，水捌淹甲轎車的車輪懸。今天8月22號，前鎮魚市同款積水，當下啲賣的魚攏愛貼好懸。屏東新園鄉嘛出現災情，早起8點外，新園村媽祖廟前的天樂市場就積水，水淹甲大人的骹肚懸。以前人以前是創較懸吼。愛是人水會透去水溝內啊，整個是攏無法度啊。有當鄉發現厝內嘛積水，提早收擔轉厝前的環境，搖車愛駛路。即屆落大雨，予台南造成災情，幾落的民眾鬥三共剎車，因為有小客車開去深水區煞掉着，還佫有幾落大機車去予水沖倒，浸佇水內。上班到一半就整個淹起來了。它淹多深？差不多到膝蓋吧。永康區包括台灣路、大仁街水淹甲腳頭有，仁德區包括交流道周邊、太子路嘛攏積水，好在積水佇過道差不多攏消透啊。差不多6點半那裡就開始慢慢就開始漲。交通嘛受影響，屏東東港東流線海上無好，拜六下晡到禮拜規工停航。代替因為部分路段有積水的現象，永康到寶安路段列車捌降速行駛，攏總影響48列次。若是屏東三地門鄉也甲高雄市桃園區，因為煩惱落雨造成災情，宣布日過頭了後停班停課。那個顏色大概可能會出現到200或是更多累積量以上的累積雨量。那在東半部地區也有可能會出現豪雨等級的降雨。氣象署表示，南部無穩定的天氣恐驚會持續到後禮拜2透早。沙丁尼風台地通過琉球群島了後，氣象署預估可能部分外圍雲系也是外圍環流會影響到北部陸地。那是原來佇南海的熱帶性低氣壓 TB21，嘛正將為今年第19號風台叫子彈。未來會佇原地轉西了後，再擱往中國過去。預估對台灣天氣無直接的影響。記者採訪報道。